有关这个新冠病毒，即摆大家上界关心的是，是毋是这个疫苗就试了后，大家生活就会当回到正常咧？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团队讲，想要伫明年3月就恢复到正常的生活，无啥可能。台大儿童病院院长王立民嘛讲，这个疫苗出来了后，有一寡会因为失败来淘汰。 所以上届无爱等到2022年产量稳定，有一定比例民众拢注到预防针了后，大家才有机会回到正常的生活。为着要脱离新冠病毒的影响，每一个国家拢正拍拼研究疫苗。不过，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团队就讲，就算疫苗伫咧年底推出，想要伫咧2021年3月就恢复生活正常是无可能的。国内专家嘛认同。第一批的疫苗会有好几支，然后会有1、2支会经不起考验，会退出市场。那会有几支呢？看起来效果确定是比较好的，这几支会留在市场，然后这几支就会大量制造，大概都到2022年了才比较有把握。 里面就讲，疫苗对研究出来到稳定生产需要时间。想要生活正常，国内民众要有60成以上拢捌注过疫苗，甚至像常常往来国家的民众，拢要有超过4成拢捌注过。国际之间的来往才有可能恢复正常。将来出国可能不见得是给核酸证明，而是给疫苗接种证明。你有疫苗接种证明，在国外就对你不做限制了。 专家嘛提示讲，想要出国，可能还阁稍等一下，毕竟机场内底来来往往的旅客真多。 也予新冠病毒有机会快速来传染。伫纽西兰10月初嘛通报有12件感染的案件，其中有一个捌伫台湾转机，因为参确诊者捌接触过，所以嘛方要求爱检验，结果确诊。不过指挥中心强调，这个个案是由地勤人员带往登机门，过程当中无参其他的旅客接触，民众唔免伤烦恼。